一個喺聚光燈下穿梭多年嘅香港藝人，但在耀眼嘅生活，亦都藏唔住疲倦嘅痕跡。抗衰唔單止係塗塗抹抹，而係從內而外嘅細胞修復同埋免疫功能嘅升級。飛機起降早已成為日常，但係呢一次落地慢歌，感覺就唔一樣。酒店大堂花香溫柔咁飄漫過嚟，嗰啲瑣碎同埋疲倦喺呢一刻都被呢一個滿眼嘅生機悄然化開。我注重健康，亦都堅持保養。今次做咗全面嘅健康檢測，係想真正了解自己。數據係唔會呃人，荷爾蒙嘅水平、細胞氧化程度、代謝狀態呢啲數字，好似一面誠實嘅鏡子，告訴我邊一啲地方已經被透支。醫生亦都為我定製咗一套科學調理方案，讓我體內嘅細胞恢復活力。呢啲唔係魔法，而係科技，係細胞同埋時間嘅對話，係一場精密而溫柔嘅合作，有序咁樣修復、更新、再生。好多人等到身體亮起紅燈先開始重視健康，但係我選擇提前一步。最好嘅抗衰方法一直都唔係對抗時間，而係同佢和解，正視自己嘅健康，帶着覺知前行，為下一次嘅閃耀儲備足夠嘅光。